兄姐妹午安。午安，本来还没有晚呢，大家好，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这里有荣耀，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这里有荣耀，是因为我们愿意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这里的荣耀，是我们可以高声赞美我们的君王。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可以高唱哈利路亚，因为神认我们是他的儿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有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众水涌流，有我提出你在这里。当作活祭，因为我们可以成为那像一粒麦子一样，在地里面死了。虽然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他的爱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旧事已过，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成为那新造的人，因为唯有神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来学像他。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力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
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现在是来到那充满万有者的面前来敬拜，你现在是来到那充满万有者的面前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你已经觉得他不太可能改变，你已经觉得就是这样了，我无能为力。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了，我的家人就是这样了，甚至在服事当中，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他不可能改变。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神就是要我们把头抬起来，不是在看这些环境，不是在看这些人，不是在看这些事情，而是要重新认识这位创造的主。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改变我们的眼光，他改变我们对事情对人的态度。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领受神啊，我们邀请你，我无能为力改变现况，我无能为力改变自己，但是主你能帮助我，带领我在新的事上面有从你来的看见，在新的事上面，即使这件事情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 routine， 那么的一直在发生，神啊，你就是能够改变。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再来唱一次这首歌。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要邀请你，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让我们来向神求说，有新的故事，有新的方向，主你要来带领我们，举手一起来唱。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我们单单来向主来唱，都要渴单单来望。
主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引导我们走向你恩典那一位。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是救赎我们生命，使我们生命翻转的那一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盼望我们的生命更深更多的经历你。主，我们盼望主你更多来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主，我们渴慕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改变这个现况，我们甚至连行动的勇气都没有。但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更多求你击打我们，好像我们那个已经失去弹性、刚硬、没有办法悔改的心，再是因为主你愿意来造访我们而有所改变。主啊，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要经历那真正恩典的滋味。主，就在今天的晚上，你求圣灵你更多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嘴巴在唱，但我们的心却远离你；不只是我们人站这里，但我们的生命根本与你相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求主你圣灵亲自来造访我们，使我们的心被主你来改变，使我们不只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更是经历耶稣基督那拯救的工作。因为主你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有敏锐的灵，在今天的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将所有的荣耀、掌声、尊贵都归给我们的神。请坐。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有几个礼拜没有见？1个礼拜。那个，我们才刚从营会2个营会，我从2个营会结束之后，今天终于回到我们当中，好像从上个礼拜2，对不对？然后到今天。好，那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有的话，我们请你站起来，我们要欢迎你。有吗？哪里？有吗？还是不好意思介绍？你不是林子轩是第一次来参加周六礼拜吗？很久没来了。好啦，那你们陪他站好不好？你们那一排陪他站，不好哦。那算了，那就不要欢迎好了。那你们要不要陪他站嘛？好，我一起陪他们站起来好了，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耶！介绍一下，对，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会拱别人，然后每次轮到自己死都不上去，对不对啊？我都说这是孬，不要的。好，下一个。我要自己按对不对？我自己按。好，我们要进入到消息报告，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好，9月9号礼拜六就是是下下礼拜对不对？
下礼拜开始，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呢，我们要举行为期6周的属灵家长训练。所以，请青年核心同工预备心。然后，如果呢，你在我们当中，你已经受洗的青年们，或其实不只是青年，你已经受洗，或者你想要受洗，你有受洗意愿的青年们，都欢迎你来找我，或是语文干事报名。你这是为期6周属灵家长训练。通过属灵家长训练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邻居之类的，就是来跟他分享。有时候我们很想要带一个人来教会，我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我有时候很想要跟一个人传福音，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那属灵家长训练会成为你很好的帮助。好，那请赶快哦，请赶快向那个报。它不能往下按。那你帮我按好了。我让你有开回去。他那个没有开，他那个不是开。这原来。好，9月10号呢，我们将要前往那个复兴青年活动中心举行户外礼拜。在我们当中，儿少青就是呢，社青以下的人，对，就是欢迎你一起来报名这个户外礼拜。听说这一次呢，就是儿童有为儿童预备的节目，也有为青少年、青年预备的节目，所以这次去户外礼拜会很棒，因为你很多时候青年就跟我说，那个传道，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自己成为就是学员这样子。有了，这次去太鲁阁中会有成为学员，那个我们就是好像很久没有成为学员。那你很想要再回到学员时代的那个青年们，就是一定要报名，因为听说有特别为青年预备的，就是户外礼拜的内容。那每个人报名是100元，如果你要带家长之类的，就可以每个人就是他们是200元，然后请向语文干事报名缴费。那等一下呢结束，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那个就可以来跟他报名这样。好，下一个。好，这个品格科学假日班招生推广，就是对象是国小1年级以上。那如果有需要的人，请向那个干事室找英如干事来报名。那同步时间有家长成长班，那这个是很棒的机会，可以让小朋友他们来透过科学、透过美语来认识他们自己，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邀请到家长，那家长同步上那个家长成长班，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亲子有时候有一些冲突啊，一些不明白啊，可以怎么样来互动，怎么样来互相学习。那我们这是不是有一个影片？有吗？好，那我们来拍手欢迎这支预告片，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也可以邀请我们的邻居朋友，或是你家中有1到6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邀请他来。关错，关这个。这是我们在夏令营后的回家同学会这几次的一些很精彩内容的剪辑，然后透过这些回家同学会内容，也让我们预先看到了之后社团之后会发展的活动，那都是一些实作，然后有科学的理论，然后有直接的实作，然后我们带回家，所以这是一个做了就学到的一个，就是做了就学到的一个知识，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学业当中就是怎么写就写不会，可是透过操作，很多时候有些不明白的就会明白了，就像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分享的信息一样。好，下一个。然后生日助学金呢已经开始申请哦，然后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底截止收件。那请大家，如果你还是学生的，
那你就是可以赶快预备，然后也一样是向我们少卿干事、语文干事来提出申请。好，那下一个。总务组在招募小帮手，协助整理爱餐跟奉献。然后有意愿的人呢，请向陈汉组长报名。好，下一个。那招待组呢，也正在就是已经为期3周，每个礼拜都有在报告。要邀请你，如果你还没有服侍，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也可以参与在招待的服侍当中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向玉萍在哪里挥手？手挥，对，就是她可爱。对，桃花又咪咪的玉萍组长报名。好，下一个。那明天早上呢，由社青团契我们社青那个在哪里？社青的朋友，好，就是我们有医疗关怀服饰，9点50在教会1楼集合。那下午呢1点有社青团契的研经分享，在403教室。好，那我们还有吗？好，9月2号。晚上就是下一个礼拜晚上7点15，社青小组有职场见证分享，在1楼的大厅，也请契友们或是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好，我们再往下。好，在我们预备奉献之前呢，其实传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几天呢，上个礼拜大概有3天的时间，可以先暂停。我们上个礼拜大概有3天的时间，我们去参加一个叫 4C 的营会。那在那个之前呢，我们去参加建琴，在花莲建琴教会的短宣，然后还有在太鲁阁中会当中的短宣。那其实这个为期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那我们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收获跟经历。其实原本是想要就是邀请几位来分享。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个礼拜6啊，你们看那个周报都会看到青年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可以看一下青年的见证这样子。那我们这次去之前呢，我有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出发之前，我请每一个人都要预备3分钟的见证，对。然后我说过我会随时 cue 他们上来，所以他们其实都是预备好3分钟的时间，对。那我要请短宣的队员，有没有人要自愿的？请一位来分享一下你的见证。好，那过3秒之后我就要点名了，这样。OK， 好，有没有要分享的？有没有分享？短宣的朋友们，我们每次去，每一年都很多收获。然后每次去回来呢，那个你知道，就是我们都市人，就是里面很热，然后外面很冷，科技冷漠。对啊。然后一讲出话来，就13亿人都惊呆了，这样就会有这个情形发生。好，那我就要用点名的啦。好，那我就要来欢迎有我们这次在我们当中，当然就是首选我们的队长来分享一下，拍手拍好不好？要尖叫啊，要尖叫！好，你需要人帮你站台吗？好。对，然后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见证，这样3分钟。这是比较好，就是其实接今年的短宣队长，就是压力还蛮大，因为承接前2年的，就是前2年的期待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在今年预备的时候，我们今年预备的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到6月底才开始真正的在开会，可是我们8月中就出队，然后就是整个时间过程就是筹备的很短。可是我觉得就是每当我有一件事情在我眼前快要爆炸的时候，然后上帝就这样手伸下来，然后就把它好弄一弄，搅一搅，然后就好了，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每次就是只要在我的 deadline 面前，因为我就是过着大概2个月被 deadline 追着跑的日子。然后可是只要 deadline 到我面前的时候，上帝就手伸下来把它搅一搅，然后就好了。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直接很亲眼的看到神就是会把一件事情安排好，就是他要在中间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你要照着我的时间走，而不是你自己想的时间走。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短宣的过程当中，我就是非常感谢我的传道，因为他就是一个完全就是100%相信我们所有人的传道。然后他就不管什么都就不管我们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只是突发奇想、天马行空的想法，他就说好，那你做做看。然后
不管那个做做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传道都会很支持我们，或者是他会觉得就是对这个就是我们青年的创意，然后这就是神对这个青年说话的方法。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也很感谢传道，然后就是谢谢所有的组员，就是非常凯瑞啊，谢谢大家。访问你，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好的，你上来好了，你上来好了。就是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其实讲说我100%现场，其实没有啊，那个没有，开玩笑，就是这是一种感受。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实际的经验，就是我们在去之前呢，我就跟大家说，短宣不差你一个。2个人也可以短宣。如果你是要去度假去玩的啊，如果是你那个活动组教练就故意乱写啊，我就会退你教练，然后请你不要去这样。然后你知道吗？他们还是蜂拥而上，然后就去了这样。然后就又一整个就是，但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不止13人都惊呆，连我都惊呆了。在有一天的那个早上，我们就是去参加了，换我讲嘛，对不对？看了歌中会的这个夏令营啊，然后我们去那里就很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学员哦，然后我就变成了队服姐姐，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主语比赛，对不对？主语比赛，然后我们还得名哦，这才厉害。好，我觉得最棒的是，人的成长就是在操练当中，在挑战当中，在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舒服当中。我们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学员、每一个队员都有他需要去调整跟改变的地方。但是刚刚庭珊讲到一件事，就是很 carry 这件事，完全可以做见证。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把我们当学员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队服还是学员这样。那后来一阵混乱当中，原住民的时间也比较特别，就是9点开始，他可能9点45还在预备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就是一阵混乱。然后这时候那个队长就说：“来，你们全部都去那间教室这样。”然后大家就去了。然后去了那间教室，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 magic， 就魔术。你就看到迦南的青年就站上去开始带活动，完全没有 setting， 完全没有先 rehearsal， 也没有先跟太鲁阁中会的这些牧长们分享说，不好意思，我们等下带活动没有，因为那小孩已经坐在那，然后你等了45分钟，对，所以我们再次掌声，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每年当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很多的挑战，我相信教会有很多人带导，特别是那个后面的早导团在哪？早导团呢？早导团举手那边在哪里？我不好意思举手，陈一如哈，那个直接点名这样。他们也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祷告，就是所以在去出这些短宣队或是夏令营的时候，有一群带导者非常的重要。其实，在夏令营的时候，也有一组祷告组，有很年轻的姐姐带很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就是每个礼拜5约晚上，我忘记几点，我忘记礼拜几啊，就是有一个时间，他们就是一起在赖里面为大家祷告，然后每个礼拜 po 那些带导事项。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带导，你也不要小看在我们当中你的任何的服事。我们去到第3年，我先讲，因为等一下看一下下。我们去到第3年的时候，原来是队员的，就成为了小队服。原来是队员的，就成为小队服。这不是在迦南才会发生的神迹奇事，这是只要愿意的人，我们都可以为主来做，为主来服侍。神就自己来兴起愿意而还有委身的人。我们一起来看这影片，关这个灯。
定要送给献祭这个地方的一个影片。然后这只是一个预告片，短短的就3分钟，好3分钟吧。然后这是一个计划，我们在最后一次的筹备会有得到提出来，然后在我们某一天晚上的核心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就决议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影片包含我们3年当中所有的回忆，然后以及我们会采访大先听。需要，就是一些没有来的，以后就跟他们讲，哎，小朋友，也是跟这几个来的时候。这个是建琴教会的师母阿凡师母。那个冠军可能也没有，去跟那个双方谈，双方谈，你的同学是谁来说？加冠军，小朋友身体不小，他以前有来过，后来都没有来。那你们现在做同学，这个因为同才他们就会这样子会比较有那个号召力。然后里面还包含像我们去年到了某一个他是竞选乡长的办公室，他今年已经是乡长候选上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学习族语歌，然后里面还包含我们访问当地的小朋友、当地的居民，然后他对于我们这3年去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想法，然后以及我们会用我们的角度、用我们的回忆去介绍建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是就是建琴那边有什么特色。那整个影片结束之后，就我们在当地已经收集了很多的素材。那这个影片之后，我们会在教会的吗？像这个是我们去采访，3年都有参加我们夏令营。夏令营第几年了？2年。2年。我们今年是第3年来。你去年有参加吗？所以你是第1年没有？哦。然后以及我们在那边陪他们陪孩子们打球，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样的影片最后是可以上传到网络上，让所有在网络上可以接触到这支影片的人都可以了解原来花莲在南平这个地方有一个建琴村，然后他们里面的居民是这样过生活，以及我们这3年到那边我们所做的事情。好，那谢谢你们哦，谢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会出完整版的，然后我们一定会大力的分享，请大家每一个人一定要大力的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做的事情，以及建琴村这个地方，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看见这个地方的需要。这样，以上。谢谢那个陈鑫的介绍，然后还有这个影片呢，是我们那个嘉平哥哥熬夜制作成的。那在我们当中呢，有许多的同工，他们真的是只要有一个 idea， 他们就愿意一起来当那个凯瑞哥、凯瑞姐，就 carry 这样子，来一起扶持，然后支持这个影片，然后支持这个我们一起在做的短宣。更重要的是，我们支持神在每一个地方所做的工作。去到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总是想说要带一些什么去给他们，然后带一些什么去跟他们分享。可是在这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还是真正去那里学习的人。那在这个学习跟交流的过程中，最后发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化跟那里的记忆文化，其实它就渐渐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去到太鲁阁中会短宣那个夏令营分享的时候，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们建琴教会的青年是迦南教会的青年，这样，因为他上去比赛啊，然后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嘛，然后就说你是那个迦南教会的青年，然后我们还想说谁是迦南教会的青年？那个太鲁阁语说的这么好，就是建琴教会的青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不但是同工被兴起，青年被我们自己同工被兴起。在那个地方的青年也被兴起，这就是真正希望短宣去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文化去参与在那里，而是在那个地方，从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所认识的方式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经历，
这个神他是万有的神，这个神他是充满一切在我们看得见看不见世界的神。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我们用奉献的心，然后来献上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的感恩的表现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祷告来表达的感恩。所需的时候，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所得着的跟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地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有被爱，同时有爱人的权利。主啊，请求你再次的保守每一位孩子，在下礼拜学校即将开学。求你帮助他们在新的学期，主啊，你有给他们加添新的力量，也请求你让他们能够在奔跑神的道路的时候，同样的也有更多的力量。现在我们付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为了主你的事工所用。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我们要来读神的话，在哥罗西书1章15到22节。哥罗西书1章15到22节。如果你有圣经，或是你有手机，可以拿出来看，或是拿出来滑，这样，就这个时候可以滑手机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哥罗西书1章15到22节。翻开就抬头，我就知道你翻开了或滑开了这样。好，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来。看题目这样认识完全的基督，可是今天的经文没有错字，但那没办法改。好，我们一起来看1章15到22节。好，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是那万有者，主啊，你也充满在万有当中，主，你是首先的，你是源头，你是我们生命气息的来源，更是我们生命道路的引领者。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说，因着你的宝血，我们能够与这天上地上看不见看得见和好。因着主你的宝血，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一起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敞开自己的心，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8月讲到信息主题，就是认识，我这很难按，认识耶稣的权柄，认识耶稣的全能。第一周呢，讲到了神鬼交锋，讲到说人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有这3个诱惑，有食物的诱惑，有情欲的诱惑，有今生的骄傲。在这些事情上面，透过耶稣他自己受试探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如何去胜过这试探，就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他认识神在他生命中，在那个耶稣在世为人的这一段路程中，他怎么样去胜过，靠着神的话语。第2周的信息呢，谈到了掌管生死的主。我们看见了一个人，他已经死了，就在那个文化中，他不只是死了，他还臭了，甚至他的灵魂在那个文化中是不可能会再回来的。但是因着耶稣说：“你出来，出来吧。”他就出来了。因着耶稣，他话语带着权柄。因着耶稣，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叫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到了第3周呢，越演越烈啦。有的是食物我们看得见嘛，然后看到有尸体，然后死而复活，哇，这些都已经是神迹再神迹了。然后不止如此，更多看见。第3周讲到见证耶稣的大权能，耶稣医治了那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这个人他里面不是只有附1只鬼2只鬼，是1000多只2000多只的在他的里面。但是当耶稣说要释放他的时候，他就被释放了。我们看见那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在耶稣的面前，因着他的名，都要在他的面前降服。那今天的讲到信息呢，其实就是在讲到说，当我们在认识耶稣所做的这些神迹、这些工作的时候，到底耶稣是谁？认识这个完全的基督，到底耶稣他是谁？他是从哪里来？他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见证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的罪怎么被赦免？我怎么能被赦免？因为有一个神，他同样是人，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所以你跟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你跟我因为相信，所以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这位神。那在今天认识完全基督当中呢，我们会讲到3个。第一个是主耶稣与万有，我们一起念一次：主耶稣与万有。第2个是做一切元首的基督。第3个是促成和好的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有3个要认识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要先问一个问题，然后我邀请大家来回答。请问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形容一下黄色是什么？黄色，对，林柔啊，你剪头发，好，有没有？要不要回答一下那个黄色是什么？黄色啊，你怎么形容黄色？就是一个开朗的，一个开朗的颜色。好，你见过吗？黄色，你见过黄色吗？黄色太敏感，是不是？大家立刻就醒来这样。见过哈，见过。所以你会形容黄色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开朗这样子。好，我相信你们都心理纯正的哈，好不好？那个李成蛙，你要不要选一下黄色？诗歌本。诗歌，哎呦，强哦！
很强，这很强。哈利路亚，赞美主，应该的，必须的。黄色，哇，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很有关系啊。你怎么形容主耶稣？你怎么形容什么是救恩？你怎么形容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为我们死，流出保险拯救我们？我们怎么形容？当我们想到黄色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就是黄色。但是在这之前呢，一定有人告诉你说它是黄色，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人告诉你，你不可能就先生下来说，哈哈，黄色，不可能啊，一定是有人教导你的。对，但在我们来到神的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被教导，我们需要有一个实证。所以神其实很明白人的软弱，神很明白人的限制。在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就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是荣耀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但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了解上帝，所以神就透过他自己创造了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耶稣。他有身体，有呼吸，有心跳，有脾气，有软弱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来认识这位主。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耶稣是谁。他就是跟你跟我一样，曾经为人，但是他跟你跟我唯一不一样是，他从死里复活。传道没有办法让自己死了又复活，你也没有办法，即使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叫人死里又复活，但唯有神可以叫人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死里复活的见证，让人见证到说，这位神他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他是胜过人没有办法胜过的，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第一个就讲到说，上帝本相的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上帝本相的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爱子他原来是那个不能看见神的像，但是神为了要让人能够认识，人能够明白，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很多人说，哦，不知道，感受不到，上帝在哪里？你给我看啊！你给我看啊！他在哪里？很多人会这样说。但如今的我们怎么去认识呢？你可能会说，啊，耶稣就是那个2000多年前啊，他已经死了复活升天了，那现在也没有耶稣嘛。可是神他也知道人的限制，所以他借着圣经，借着现今的教会，借着你跟我，同样跟耶稣被造成人的样式，来见证这一位神，他如今透过你跟我还活着，而且确实活着。就如短宣队去到那里，我们就一起经历；我们在教会祷告，我们就一起经历；我们现在在聚会，我们就一起经历。而且这位基督呢，他是首生的，在被造的以先。如果我们有去读约翰福音第1章，就说到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在太初就出现，就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在你跟我之前，在2000多年前，在还没有人之前，在还没有世界之前。那第二个，他讲到说，这个基督呢是创造的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意思是说什么啊？他第一个是讲到说，基督就是那个创造的来源。
所有天上地上你看得见你看不见的。在上个礼拜，我相信应验牧师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观，其实更早之前他有分享过了。人可以看到的其实很那个，如果以频率来说是范围是很窄的，人能够听到的就更窄，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可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在这些创造当中的来源，他是在这创造当中的原因。刚刚的经文有讲到，这个地方帮我按上去好不好？好，刚刚的经文有讲到，他是那创造的原因是，又是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你跟我，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他创造天地之后，他有一定的自然律，一定的秩序。海不可能在天上，山也不可能，就是随便，我们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想法说啊，我今天太阳要哪里生出来就生出来，我今天这个恒星，这个流星啊，这个行星要掉在哪里就掉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神他创造是有秩序的，他按着他的秩序，他也维护这个秩序。所以当我们乱砍那些树啊，山顶上的树啊，水一冲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土石流会坍方？是因为人去改变这秩序嘛。然后环境只是配合，因为人改变了秩序，所以我们就跟着一起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去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基督他是一个创造的基督，而且他是一个维护的基督，他是那个源头，他也是那个原因，他更是能够让你去找到。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觉得我的作息好没有次序哦，一个人一天就是24个小时，这是人生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你不要睡觉，你也是24小时；你睡觉，你也是24小时；你搭飞机有时差过去，然后再回来还是24个小时。对，你去到那边不会到加拿大、美国就48个小时，不会，还是24个小时。这就是神他创造世界的秩序，他维护这个秩序，人也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秩序。他是做一切元首的基督，在这边说到的是他是教会之首。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跟你旁边说，你就是教会。教会我们每次在说到都是人的组成，不是一栋建筑物，不是一个十字架挂在那里，大家就跪在那里敬拜，就叫做教会，而是你跟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聚集的时候，教会就被看见了。透过我这个生命，我们去短宣之前也有提到短宣行前会。我说，人不用从别的地方认识迦南教会，就是你。你走出去之后，你跟我说迦南教会多少人啊，什么聚会啊，我都不用看，我看你，我就知道大概迦南教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委身在教会的时候，更多是委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多是委身在我们的学校、工作。因为人看见教会，他不是看见一个建筑物，而是看见说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教会应该要有的质量，有没有教会应该要有的声量，有没有教会应该要有的高度跟眼光。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于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又讲到一个秩序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意思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就是传到今天用头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明天用身体来跟大家见面，就怪恶心的嘛，对不对？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意思是基督跟教会它是分不开的，它一旦分开了就没有生命了。基督借着我们，借着现在的教会来显明他是活着的，而我们呢，借着基督，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活着。如果有人说好不用啦，我就靠我自己啦，反正你知道吗？一生就是这样啊。当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方向跟想法，是靠着我们自己所想，靠着我们自己所思的。
那一些在世上也不一定不正确，因为我之前讲过，神透过他的普遍真理在世上，让人知道数学就是数学，科学就是科学，语言就是语言，这是众人所知的。但是呢，奥秘难知的，就是要透过教会来显明出来，就是透过你跟我的生命尾声所显明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做一切元首的基督，他是教会之首，他是教会的原始，他是教会的丰盛。他是教会的丰盛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他所有创造的丰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就是他常会跟你说，我讲的不是那种怪怪的，我讲的是说他真的有真正在认真在寻求的，他可能在他生活中，在他的课业当中，他就是不会，但是他祷告之后，好像就是开窍了。就像游牧师常跟我们讲说，当我们要读书之前，我们要工作之前，我们要先祷告，让神开我们的心窍。当那个窍打开的时候，我们原本是一窍不通嘛，对不对？现在是就全通啊。那有些人他就在这当中去经历了。我后面是笑是在那个想到游牧师的幽默吗？那个就是教会的丰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找到那真正的秩序，找到那真正的方法，找到那真正的策略，都在那个创造我们的神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比回到它的原厂还要更清楚它的来源。车子坏掉就是原厂保固是最安全的嘛。iPhone 坏掉，你应该不会拿去 HTC 修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就不相容啊。这就是我们在遇到神之后，人的生命会改变，人的生命会开始丰盛，人的生命会在神的里面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定位，真正的发展。所以当一个人他开始认识神之后，很多人的生命会大大的改变。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去到建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其中一个妹妹，每次看到她就腼腆的笑。他们这不是我讲的，这是青年讲。每次看到她就腼腆的笑，问她什么，我不知道这样。然后这次听说很开嘛，林柔安应该很熟这样。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这当中已经变成那个可以去带领人的。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青年呢很有带领的经验，去到那里之后呢，那个国中生的美眉啊，比我们还会带啊，因为那些人他太熟了，他叫他们坐下就坐下，站起来就站起来，然后跑到前面就跑到前面，很容易带啊，因为他们有关系，彼此认识。所以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神，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神，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生命会改变。原本不会笑的会笑了，原本你觉得他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就是可以改变，神就是可以改变他。而且在这当中呢，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当我们认识到他是开始，他是原因，他有在这当中有这样的丰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神带来这一切，不是要我们彼此对立，而是要你跟我如此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特质，不一样的做事方式，甚至信仰的起点不一样的不一样开始的那个年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和好。在这边就讲到的第一个，也是今天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督他的救赎呢，是按着他流宝血的事实来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不是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是这样，在任何一个有宗教祭祀信仰的团体，或是各样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里面，他们都一定是用，有没有听过斩鸡头立誓？有没有听过杀猪？带着他们的祭物，透过流血的方式，来让这个关系恢复，来让这个誓约成立。这个是一个很普遍，那简单一点，已经快要变成是一种人的本能了。
在那个还没有语言的时代里面，那时候的人也是这样做。即使到现在这么科技文明的时候，人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用血洁净，罪是不得赦免的。神就是因为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杀来得到赦免，反而是罪更重的。所以他借着他自己，借着这个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有话语的、有生命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神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无罪的，所以他透过看得见的耶稣来使这个救恩能够成立，使这个救恩有根有据，使这个救恩到如今都还有人在见证，都还有人在传讲。这是救恩的根据，使我们先跟神和好。接着，这是在以赛亚书11章，他在讲说未来的那个新天新地当中，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你现在还没看到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不是在现在，摆在未来。这是几千年前，他在讲一个新天新地，甚至是超越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你敢让你的小孩，或是你隔壁的朋友，你们可能敢了，因为就是推别人没有关系，就是你敢让你家的小孩，或是你自己去牵一只老虎，去牵一只豺狼吗？大家都微笑腼腆。我们当然不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来，耶稣基督的救恩还在持续当中，还是透过你跟我的生命还在持续当中。当多一个人他进入到这恩典里面，他进入到这和好的职分当中的时候，就又多一个人他在盼望未来这一天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情况。这就是救恩它最终要成就的工作，是豺狼跟绵羊竟然可以在一起。往下。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促成和好的基督，在现在你跟我的身上最常做的工作，其实就是信主前跟信主后。很多人都会分享说，特别是他有一些经历，或者是他可能是他家人没有信主，但是在机会偶然之下他信主，你就会常常听到这样的人跟你分享。我跟你说，我信主之前呢，我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呢？然后就讲了很多。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世上有这样的爱，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团体，原来真的有这种事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种短宣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然后一定要爬起来，然后小孩都跑得比你快的事情，我们还是第1年去，第2年去，第3年去，然后听说是最后1年还非常惋惜，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去？这样，这就是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人知道即使身体劳累，但是心里面就是有一股动力啊，心里面就是有一股盼望，就是我知道，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就会改变。可是青年人们，我要跟你们说，不是只有去短宣最夏令营的时候，更是在我们即将要开学的学校，你要祷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学校里面。你要祷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教会里面。不然我们坐在这里听是白听的，因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要先说，它会发生在我身上，阿们，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信主前跟信主后，不是只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救我而已。相信主是一个持续的动作，
就像刚刚的经文，以赛亚书它11章讲的是一个从未来看现在，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会一直往那里走。还记得那时候应验牧师问我说：“哎，你也学过盼望神学，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盼望神学？”我那时候的定义，我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就是主耶稣站在那个再来的地方，往回头看，然后他说：“世界你是长那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走过去了。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耶稣有看你有一个样子，但是你要愿意走过去，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信主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信主前、信主后，然后化妆前、化妆后，卸妆前、卸妆后这种，不是，它是一个持续动态的。我邀请那个敬拜团上。所以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基督，他是天上地下看得见看不见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盼望，是神他持续在改变你跟我，一直走向未来。也因此，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委身在基督里面，我们委身在神的里面。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在你的职场里面服侍，还是在你的家庭里面服侍，在你的同学同伴当中服侍，只是一个祷告，它也会改变；只是一个招待，它也会改变；只是一个订便当，它也会改变。那我们要委身基督，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要请我们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要邀请神，他将他对你的意向，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他对你现在要尽的本分，他亲自来告诉你。我们先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谢谢你在我的身上给我有美好的计划，谢谢你按着你的所按着你创造的来塑造我们，来磨练我们。谢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再次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总是有那个从未来看过来的眼光，使我们即使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度过现在的困境，但是我们心里有盼望，是主，你要救我们，而且救我们到底。主，你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主啊，我相信你在我们当中所放下的那一点一滴的爱，已经是完全的爱了。但主啊，你要我们不只是领受这完全的爱，更是要能够回应这个爱。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要说，我们要自诩从你来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们不在罪里面羞愧，好叫我们不在自己的虚妄里面羞愧，好叫我们不陷于自己的软弱当中。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要抬起我们的脸，要仰望主你，因为你用笑脸帮助我们。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能够来领受，我们一起来唱，全地都要歌唱。我要邀请你，愿意你可以举手来向这位神敬拜。你的阳和光，呼
青年不是只有在迦南的青年，可能还有你周遭的这些青年，你看到他们生命境况，你很担忧的青年，可能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我们要为青年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一代的青年，不只是在诱惑跟试探当中，而是有一群青年，他们愿意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就要活出那分别为圣的生命，就要活出那回应神呼召的生命。而且这群青年，他们是听得见、看得见，而且有行动的青年。我们要为我们当中有这样的青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预备青年，预备那一群愿意为主先献上我生的青年。主啊，主啊，即使他们现在不明白，但他们心中有个渴望，就是他们要在年轻的时候献上生命来跟随你，他们要在他们的课业当中来荣耀你，他们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来荣耀你。主啊，他们要在他们的服事当中来荣耀你。主啊，愿你兴起这样的青年在我们当中，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在主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亲自来带领，主你亲自来动工，使这群青年能认识这完全的基督，使我们的生命翻转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要来唱，全地都要服。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伤，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要从我们当中发出，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
请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都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的时候，跟你旁边人说，神的荣耀要在你身上彰显。